喺繁忙嘅觀塘區橋底下，有一片令人驚喜嘅綠化空間。都市綠洲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營辦，佔地約75000尺，係全港最大嘅都市農莊。自2014年開幕以嚟，免費向公眾開放，歡迎市民隨時參觀。場地提供多樣化綠化空間，同時亦推動城市生物多樣性，成為都市中嘅市肺。超過300個農圃，居民可親身體驗農耕，由種植到收成，提升對植物嘅認識。我哋設有都市農夫計劃，會教授種植技巧，俾市民體驗農耕嘅樂趣，感受收成帶嚟嘅喜悅。場地設有高架花槽，俾長者同埋輪椅人士亦都能夠參與農耕，推動共融。農夫透過互相分享耕種心得，建立咗鄰里情誼。好多會員都話種植令佢哋重新認識大自然，仲交到新朋友。以我嚟講咧，交通係一定方便。睇我住嗰度嘅咋，我住對面嘅啫，5分鐘行到嚟呢度。咁啊，呢度入到嚟咧個環境啊，好好嘅。我初初入嚟呢度咧，都係諗住啊，入嚟睇下啲人種嘢啦。咁一入到嚟睇下咁好環境嘅，咁啊認定咗喺度玩下，咁啊過日子啦。農夫咧呢度個個我都認識㗎啦，啊同埋啲園友咧個個都有傾有講，大家有時探討下，你嗰啲咩啊我都唔識嘅咁等佢講啦，佢講完咧啊自己記住，咁有時有啲又唔識種嘢嘅喎，咁咪又走嚟問下我哋啊，我又識地嘅，咁咪搭下嘴，大家傾談下講下研究下咯。都市綠洲定期舉辦工作坊、導賞團同埋環保嘉年華，為社區提供多元化活動同埋綠色體驗。每年超過6萬人次參與教育同埋耕種課程，涵蓋環保、農耕同埋生物多樣性主題。同時會同唔同持份者合作，例如學校、復康機構等，透過耕種同埋收成，培養市民對自然環境嘅關愛，了解農地生態。場內義工亦會照顧植物同埋支援活動，從而推動社區共同參與。唔少企業機構選擇喺呢度舉辦團隊建立活動，連結社區並推動可持續發展，一齊實踐 ESG。多年以嚟，都市綠洲一直都係社區嘅綠色據點。呢度唔止係農田，仲係一個連結人同大自然、鄰里。透過都市農耕、生態保育同埋社區參與，我哋見證咗唔同持份者喺生活習慣上帶嚟嘅正面改變，亦都凝聚咗社區力量。歡迎你親身走進都市綠洲，一齊感受城市中嘅一片寧靜，共建可持續嘅未來。